主后2023年11月25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咱爱欢喜快乐。圣经咱来听读以赛亚书35章第1节到第10节。旷野甲焦燥的地要欢喜，沙漠要快乐，亲像玫瑰开花。玫瑰要开花茂盛，要欢喜欢呼。伊要有黎巴嫩的阳光，要得到加密甲沙伦的光彩。因会看见上主的荣耀，见到咱上帝的光彩。着互软弱的手坚强，互无力的脚头徛在。心肝惊吓的人，恁着对因讲：着坚强，毋免惊。恁看，恁的上帝要来伸冤，上帝一定会施行报应来拯救恁。迄时，失明的人目睭会看见，失聪的人耳孔会听见，骹歹的人会亲像鹿着跳，袂讲话的人会欢喜唱歌。风暴要有水冲出，沙漠要有江河得流。炎热的沙地会变做水池，焦燥的土地会变做泉源。菜农大的所在会发青草、芦苇甲蒲草。伫遐要有一条大路，人家伊叫做圣路。无清气的人拢袂当对遐经过。迄条路是为着上帝的子民做的，行迄条路的，连戆人都袂迷路。伫遐无狮，凶猛的野兽嘛袂出现。伫遐人袂拄着野兽，只有受救赎的人会行迄条路。上主赎回的人会倒转来，唱歌来到锡安，永远的喜乐会做因的花冠，因会欢喜快乐，无阁有悲伤吐气。咱爱欢喜快乐。咱的人生有时阵可能会因为各种原因，致使咱惊吓、软弱，失去愿望甲勇气。咱虽然想要力图振作，却常常感觉到野心无力，无法度解决所遭遇的难题。咱只有仰望上帝临在甲扶持，才有机会重新奋起，再次行上信仰之路。今仔日阅读的以赛亚书35章第1节到第10节，是一首诗歌。内容所要强调的重点是：若无上帝临在和应允，这个世界的受造物和人类，拢要失去愿望，就迷失，甚至步入死亡。总是当上帝临到伊的子民中间，必然带来奇妙的改变，就亲像遐个受掠的人民要欢喜快乐，倒转来耶路撒冷。伫第4节，先知以赛亚宣布上帝来临的时，要带来拯救甲改变，是所有代志的转捩点。上帝所带来的更新、大生和遐已经失去功能的人类相关。这人有软弱的手、无力的脚头，有的心已经充满失望。因为惊吓、失胆和软弱的缘故，欠缺活出丰盛人生的勇气和能力。先知宣布上帝临在的好消息，将为这个丧失功能的人带来直接搁戏剧化的影响。遐个原本失明的人，现在已经会当看见；耳孔失聪的人
会当听见，骹歹的人会当亲像鹿着跳，袂讲话会晓的人会当唱歌。这原本失去肢体机能的人，现在重新恢复能力，成做健全的人，搁再拥有崭新的人生以及未来。上帝带来的更新，其实是和整个世界有关。上帝话语除了为失去功能的人带来更新，也为着这个充满问题的世界带来直接搁正面的影响。实际上，人类的处境和这个世界遭遇的处境极为类似，这两者拢踮伫悲惨可怜的境遇，搁较无得到拯救，总是本身搁无法度拯救家己。这段的经文第10到第20节和第60到第7节，描述世界伫极度大扫之下，互所有生物拢受苦。总是上帝应允，旷野要冲出水泉，荒芜要流出甘泉，互所有的沙漠搁再花蕊盛开，成做充满生机的世界。咱的人生有时阵亲像这个大扫的旷野，也是丧失功能的人。有时阵恐惧、软弱、失去愿望和勇气，咱渴望得到扶持和拯救。总是咱的双手曲腰亚线，双脚犹原无力，无法度解决所面对的困境。解在咱的愿望在于上帝的话语甲伊的临在。当咱真正倚靠伊，咱也会欢喜快乐，无搁忧愁悲伤。默想，我捌经历双手亚线、双脚无力的情况无？上帝安怎互我勇壮搁刚强？我捌经历双手亚线、双脚无力的情况无？上帝安怎互我勇壮搁刚强？咱来祈祷。主啊，当我遭遇艰难，致使心中失胆的时，求你甲我同在，使我继续行点信仰之路的勇气和力量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